上司今日早起，佮针对湘北地区发大雷公雨警报，甚至率先撤离当地居民。金山长兴宫附近佮有通宵绑来。以色列甲哈马斯已经战1年，以色列加沙迄边是已经有42000人死亡，国际停加沙要求以色列停火示威佮架起来。泰国清迈顶礼拜做50天来上严重的大水，已经造成3个人死亡。当地有一个抢的自然保护区，嘛有2只不幸淹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前总统蔡英文这礼拜六特别出发访问欧洲，是去捷克等国家，卖参加捷克的公元2000论坛发表演说，是台湾落任的总统头一个。总统府嘛证实，蔡英文早是去赖总统的官舍，两个人交换这国防、外交，也有国际合作的意见。在赖总统邀请之下，第一摆用访宾身份登回总统官邸。前总统蔡英文初了拜访赖清德，是5日控告接了后，两人第一摆做伙。赖清德佫提前伫门口咧等，伊佫感谢蔡英文拍8年基础，蔡英文是肯定赖清德提悬全社会韧性的赞处。谢谢你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说整个国家，还有特别是外交、国防还有国际合作方面。这个全社会的这个韧性这件事情，确实把它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来是比较，因为要有一个比较高位阶的这个整合的机制。蔡英文12日要访问欧洲、捷克等3个国家，赖清德全力促成消停，佮派出蔡英文任内重要幕僚，国会组成委员会黄中安随行。蔡英文按算参加捷克公元2000论坛发表演讲，也是台湾下任总统第一人。我们过去的现任总统里面，那么大概除了马总统以外，北京对我们任何现任总统出去访问都是高度的这个打压了哦。那么透过这种亲身的接触，可以跟各国的这个政治领导人、不同层级政治领导人可以有这个最直接的接触，那么来表达意见，我觉得基本上都是最好的这样。蔡老会唔但讨论国家大事，蔡英文也甲赖清德关系2只狗仔板板甲猫会生做伙，佮分享狗仔佚佗物啊。上受欢迎就是这包家己做的牛肉干。他自己做的牛肉干，所有的猫狗都喜欢。如果你有喜欢的话，我们那里可以帮你制作。交流饲狗的经验，也讨论家己的狗仔无共款性格甲介的代志，互两人做伙加一寡家庭恐怖趣味台。记者综合报道。北海岸地区的居民也咧无用处理这风台带来的灾情，气象署今日早起就佮针对湘北地区发大雷公雨警报。这新北的三支区公所就先撤离这8县里80个居民，也若是在山顶是有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大人，国军就赶紧去斗三更。另外，这金山的长兴宫，顶礼拜才因为风台去互土煤冲甲真凄惨，不过今日就因为这大雨又佮有土石放落来。宫庙甲附近的2栋徛家又搁淹水。当港具企业者进入新北金山的长兴宫协助宫庙，也有附近的2间民家清除诡异涂骹的红毛土狗啊，互住户困扰的就是顶礼拜才因为3度2风台来造成土石流，居民拍拼重建工园，车市搁拄到大水河，致使当地又搁淹水。有一些水跟泥啊，往那个缝，20公分应该有。厝边遮大家拢出去困了去，拢拼2、3工无法度，拼到台拢无法度去。经差不多40-50万有啦，所有电器所有啥拢了去啊。真侪黄色的土石冲蚀，毋但宫庙广场受影响，附近民家嘛同款笼罩土煤膏啊，住户无用清理家具，当地区公所是派人前往协助清理，希望会当帮助居民赶紧会当正常生活。因为初7早起气象署针对湘北地区发布大雷雨，镜头换看新北的3支地区，嘛是拄到大雨的侵袭。烦恼这个行动无方便的长辈，因为大雨伫厝无法度出来，立场请国军出动协助民众撤离。因为北县里除了部分路段路基流失，烦恼居民，阁因为大雨无法度出外，当地区公所嘛请国军协助展开预防性撤离，差不多有80个实际住伫这的民众。最怕的就是现在在下雨啊，雨下大真的是很危险啊。那时候我就拿那个广播器到处去广播说，请大家要撤离，我们的生命比较重要。气象署提醒，拜一暗时到拜二，基隆北海岸甲湘北地区也是有机会出现大雨，也是大水雨，山区民众一定要小心防范。记者综合报道。
也那家人嘛，因为风台有真济所在做大水，新丰街海中天社区受真济土石绑落来路灯去，一直到昨暝才通车。今日透早佫落一阵大阵雨，都互在地人是真烦恼，佫又佫有新的灾情。另外，这家人市府是公布财损补助，淹水无到50公分的受灾户，有愿会当达户领5,000。三大怪手做伙要甲土挖开，家人新丰街海中天社区，这是受到大水雨的损伤，附近边坡规片的土石放落来，路全袂通。车到暗时总算抢通，有桥倒摆技术工，安尼会当省真济行远路的时间。整个封路啊，还要再绕一大圈呢。现在抢通了，让省很多时间，至少省半小时啊。不过8月又搁落大雨，社区的住户烦恼共款的情形会搁发生。希望土坝崩塌的问题，要好好处理，改断紧。不过公务处嘛，唔敢挂保证，讲当时的完工。又下雨又那么大，其实已经有造成伤害了，再来可能还会有伤害。所以其实我们住在这边还是蛮不方便的。如何让整个边坡比较稳固，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挡土的设施之类的。不过我们可能还要再跟市地主这边洽谈一些可能的方案，然后做最后的决定。家人市府嘛公布财损的补助，下个淹水救助，淹水50公分以上、100公分以下的，一户补助1万块；也若100公分以上的，一户是2万块。财损的车辆若去互土石带去，上济是补助3万；也若浸水的车，上济补助2万。下个财损每一个人上济5000块，拢会用上紧放量的方式来办理。未达50公分的部分呢，请大家这个要提供出相关的证明。照片等等，那我们会补助5000元一户。三都区风台带来大水雨，造成家人真侪所在积水甲淹水。不过，测试迄天灾情上较严重，算是正常上班上课，引起部分民众的不满，嘛提出质疑。家人市长贾国良表示，为初三暗时到测试早起，伊拢有咧看雨量的变化，未来嘛因应极端的气候，伫宣布政策的时阵嘛会更较有春秋。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外，也有啥物重要的消息，咱做伙来看。台北市保安警察大队一个姓颜的小队长，顶日是甲同事食饭食酒，这结束了后，竟然是知法犯法，骑车返去厝，去互管区警方抓到，甚至佫拒绝接受酒请。这阵是已经去互记大局调职，该做伙食饭的2个警官嘛，连带去互法记一支新界。再来看这台北市公车目前的车票钱是23块，不过咱民众坐车专票是765块的这赛，是由政府来补贴中间的差价。这阵今年业者是搁提报，讲这车钱要起到29块外，讲是因为成本增加，请无人只好开较悬的薪水等等的原因。台北市府是表示，这车钱会搁经过审议。今年诺贝尔生理奖今日公布，是由美国的2个生物学家来得奖，因拢是因为研究 mRNA 疫苗真有贡献，才会当得到这个奖。接落来，咱来关心国际消息。以色列甲哈马斯是已经战1年啊，以色列唔但不要刷锅，搁向北帮这黎巴嫩的真主党，真主党嘛随反公布以色列迄边的城市。这1年多以来，国际挺加沙示威是无停过。不过，另外一派唔望以色列人质赶紧放放出来，嘛一直在争取。以哈战争持续满1年，土耳其大城伊斯坦堡、德国首都柏林拢有民众行上街路，为加沙苦难人民请命。去年10月初7，哈马斯速武战略突袭以色列，夺走1200条人命，引起以色列强烈报复，正在要消灭哈马斯。到目前为止，加沙有将近4.2万人因为战争死亡。伫这时阵，巴黎埃菲尔铁塔头前甲伦敦街路顶地，有真侪人聚集，为伊还伫哈马斯手头以色列人质寄予，望因早日平安得到释放。以色列军队初日搁对中部都市迪尔巴拉展开空袭，至少造成200人伤亡。هي ثالث مرة ولا رابع مرة 5 مرة أنسى. من منطقة لمنطقة من منطقة لمنطقة وكل منطقة بروح فيها بنضرب فيها. الله اللي بيسلمنا.
以色列讲，这摆行动是针对哈马斯指挥甲控制中心进行精准打击。暗过伫现场人讲，拄着攻击清真寺甲学校，安置真济民众，伤亡人数可能会阁增悬。另外，以色列军队继续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爆炸声甲大火伫暗时是正引人注目。以军进前要对当地民众发出疏散令，讲打击是真主党政府总部加弹药库，而且已经断死真主党指挥官塔维尔。暗过真主党拜日也为黎巴嫩向以色列领土发射110多粒炮弹，其中第3大城海法路边被炸出一个大坑，造成10人受伤。另外，以色列南部北18市发生公车站抢劫案，造成一个女警察死亡，10人受伤。逮捕了后，互警方断事。להעביר עוד היום את החוק שהצענו לגירוש משפחות מחבלים. אנחנו רואים בסיפור הזה שעוד פעם ועוד פעם בין משפחה ובין משפחה להעביר את החוק של גירוש משפחות מחבלים. 以色列媒体指出，这个歹徒是贝都因人，当局是定调这是一个恐怖攻击。以方烦恼伫以哈战争晚1年时阵，共款的恐攻会愈来愈多。就伫以军扩大战线，佮讲要对伊朗的飞弹攻击进行报复的时阵，中东地区短期内无法度惊出战争的阴影。公司新闻将回面评价。巴基斯坦的大城克拉吃，昨伫咧机场附近是发生炸弹攻击案，造成当地咧做电力工程的中国工程师2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훈련组织披露，解放军是已经承认犯案。其实这已经不是巴基斯坦头一件针对中国人也是中国企业的攻击案，敢若今年就已经发生4件。3月20日的时阵，有一个中国出境的港口发生一战，造成10个人死亡。3月20日，阁有一个修理水坝中国车队受到攻击。也若是4月份受日本车队受攻击，不过日本媒体是认为讲是这极端组织认着人，甲因当作是中国人才出手攻击。这挂攻击案可能甲中国伫咧当地发展“一带一路”有关联。爆炸现场乱糟糟，几台车拢烧起来变作废铁。巴基斯坦上大城市克拉吃当地星期六在接近克拉吃机场附近发生车辆炸弹攻击，协防技术舰队中国企业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司的工程师车队犯案。जो इनिशियल इतला हुई है वो एक ऑयल टैंकर जो है उसके आग लगने से जो मुतअद्दिद गाड़ियां जो है वो उसकी जद में आई हैं और उससे बहुत सारा कोलेटरल डैमेज हुआ है। उसको हम अभी मजीद असर्टेन कर रहे हैं कि इसमें दहशतगर्दी का एलिमेंट या कोई और एलिमेंट जो है तखरीबकारी का वो किस हद तक है जिसको हम अभी रूल आउट नहीं कर सकते। 外国媒体报道，这间电力公司计划伫卡西姆港起2个煤炭发电厂，算技术伫启动地勘载时阵受到攻击。暂时当地分离组织 BLA 秘鲁之解放军已经发表声明承认犯案，表示因就是针对这阵打到机场的中国工程师甲投资者犯案。这个恐怖攻击至少造成2名中国人死亡，佮包括1名中国人等真济人受伤。这嘛是今年以来当地第4件针对中国人也是中国企业的攻击。秘鲁之星是巴基斯坦上大省份，天然资源真丰富，经济刷真善洽，是中国在当地发展“一带一路”的经济重点区域。也毋过支持秘鲁之神独立的 BLA 组织却认为，开发计划不当剥削当地的人，居民并无得到利益。过去真侪党拢针对中国企业甲民众发动真侪袭击，阻止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今年8月，搁伫当地发动大规模的攻击，造成超过70人死亡。暂时，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已经要求对袭击的事件做调查，甲保护中国的公民。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嘛谴责攻击事件，强调已经展开紧急调查，会掠到凶手停处。公司新闻台上朋友。纽西兰的海军一只海洋探测人是伫咧南太平洋的岛国萨摩亚外海，不明的原因扩大着火烧，这2点外钟后就沉去。加在这船舰顶头的75个人拢有救起来，无人伤亡。I can confirm at 6:40 a.m. today, the ship was listing heavily and smoke was visible from a ship. At 9 a.m., it was known to have capsized and is now below the surface. 排水量5700多吨的马纳瓦鲁伊号，原本是挪威一间能源公司负责伫海上探勘石油甲天然气的专家。2003年落水，纽西兰政府伫2019年为着汰换海军老旧的探测舰，向挪威业者买入了后改装。2020年重新复役，用来探测海洋水文甲生态。纽西兰官员指出，
马纳瓦鲁以后，航派前往的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当地海协会1987年以来都无方详细探勘过。经过几啊年的巨风海中侵袭，海底水文甲生态状况不明，需要详细调查。马纳瓦鲁以后执行任务的时，伫离海岸1海里的所在发生扩大了后导火点准的事故。At this stage, the exact cause of the grounding is unknown, and this will need further investigation. I can confirm there were 75 people on board at the time the ship ran aground, including 7 civilians from scientific agencies and 4 foreign military personnel. 纽西兰军方表示，协救的人员先伫萨摩亚临时安置，随后会送回纽西兰。另外，沉落去的探测舰除了调查确实事故的原因，纽国军方也准备尽可能将残骸导入出水，以免留伫海底，进一步伤害海洋生态。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泰国清迈顶礼拜是做这50冬来上严重的大水，已经造成3人死亡。当地有一个象的自然保护区，受超过100只象赶紧撤离，不过其中也阁有9只象是伫等待救援。不过根据目前的报道，是已经有2只不幸死亡。CNN讲，这大水是已经淹到象的八度遐尼悬，死亡的2只象，其中有1只是失明的，有可能就是因为目睭看无走较慢，才会去互水淹死。我唔知影还有偌济象也挂着，工作人员早有不祥的预感，因为大水发生今日撤离的时，就知影队伍的上后壁有一只青眉象，因为看袂到路，走伫比其他的象较慢。即马大水提起，大家爬上对甲真悬的残骸，看到另外一边已经死去的象。这个บนเขานี่ก็คือท่วมหลังคาค่ะหลังคาก็คือบนเขานี่น่าจะ5 เมตร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บนเขานี่สูงที่สุดแล้วเพิ่งมาด่วนนะมาทำหาเรืออะไรกันพวกเรามาหาอุปกรณ์เพื่อสวิงมาจับแต่ตอนนี้ก็สรุปแล้วมาแล้วก็เข้าไม่ได้ทั้ง2。泰国北部地区自8月以来一直受到严重的大水侵袭，数十人死亡，数千个家庭有路无厝。清迈遭遇50年来上严重的大水，像自然公园也难逃厄运。当局甲保育人士拍拼救这动物，其实成功的撤离117只象，也毋过落尾又有少数几只伫真紧涨起来大水中淹死。目前当时互规的泰国贯穿清迈的冰河泛滥，观光热门地区像夜市甲塔贝门淹水1公尺。มีผู้สูงอายุอยู่ด้วยก็หลายคน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แต่ร้านเราก็ต้องมาดูเพราะเป็นอาชีพที่ต้องดูแลครอบครัวถ้าหากเยียวยาขอร้องเยียวยาพวกร้านค้าเล็กๆอย่างพวกหนูด้วย部分社区电力徛伫安全理由，先防中断进行。另外，虽然清迈机场继续运作，不过道路淹水造成班机延误，铁路是暂时停驶。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NBA 费城76人队即阵的主场2031年9季无要阁签落，这球团就按算要起一座新的球场，是按算要起伫咧费城唐人街附近，不过煞是引起当地居民反对。在地人士认为讲，这新的球场会害当地交通甲治安变阁较歹，而且这主要的人客嘛毋是球迷，所以讲对因的生理根本就无帮助。Mayor Parker has decided she is supporting the arena. 陈庆武无爱棒球场 T 恤阿协联合会创办人之一魏忠美，也是拯救唐人街联名成员。伊提放上头公司费城市长有完要互 NBA 76人队新球场起伫费城决定，互伫唐人街抗议群众真不满，因为因认为场馆的建立会为唐人街带来严重交通甲治安这问题，甚至可能互租金欠悬，逼老人加收受家庭甲新移民这族裔居民爱搬走。They tried to put a prison here, a casino, a stadium. These are all exploitative projects that really just aren't about the community. They're not the right size for the community. 经济观察，因为种族主义这因素，美国唐人街常常伫都市上少上保欠人街区，而且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已经将费城唐人街列为2023年上濒危的11个历史区域之一，所以会开13亿美金，有18500位的76人新球场，和费城市长认为是振兴经济的机会，因为除了是76人的主场馆，也可用做互其他团体办演唱会甲其他活动。不过，唐人街有一半店头拢是家庭式的经营，体育馆对因来讲，敢会互生理搁较歹，袂带来收入。
We're more targeting towards community people or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our products, like ceramics, porcelain, China arts. But the people that the arena is going to attract is mostly people who's going to want to drink, eat. That's not our clientele. I think that it deserves a revamp,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76人加即卖主场富国银行中心租约到2031年到期。当政界居民也讲，不管安怎讲，这场抗争也未结束，因会继续战。公司新闻新闻陪朋友。过30天，美国就要选总统啊！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Trump 顶礼拜六是搁转去伊7月险险啊去互暗杀的宾州巴特勒做势，搁请这特斯拉的头家马斯克来甲徛台。也若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是去北卡罗来纳州参赛。His name is Elon Musk. 介绍特斯拉执行长，同时也是社群媒体 X 头家的马斯克出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中选7月互刺杀的地点宾州巴特勒做势，马斯克献出头一摆徛台收天，哪跳哪画着战斗顶台。President Trump must win to preserve the Constitution. He must win to preserve democracy in America. Text people now. Now. Oh, and then make sure they actually do vote. If they don't, this will be the last election. 马斯克指控民主党想要夺走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甲有武器权利，甚至投票权。本届总统选战高达，川普已经先后伫7月19月互暗杀无得手，随后伊阁去另外一个摇摆州威斯康星州做势。因为共和党过去40年只伫这个所在胜选一摆，就是2016年川普当选总统的时，所以以8日来4摆来遮，希望会当救翻选情。And it's incredible to be back in this beautiful state with thousands of proud, hard-working American patriots, which is what you are just 30 days from now. We're going to win the state of Wisconsin. We're going to defeat Kamala Harris.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也是现任副总统贺锦丽，伫海伦古峰侵蚀过了后，4日来2摆去灾区勘灾，伊伫北卡罗纳州的一个物资中心帮忙发放生活用品，佮答应联邦政府会提供长期援助。That we are doing, which is $100 million to assist with the rebuilding of Interstate 40, and also again just to thank the folks on the ground for what they're doing every day. 另外，贺锦丽的副手华珠礼拜日是去加州圣地亚哥参加一场活动，这礼拜也会陆续拜访加州几个城市。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阿拉伯之春，这个民主运动的起源地突尼西亚当选总统。根据出口民调，现任的总统沙伊德可能会摕到9成选票连任。不过，这个沙伊德伫咧选举进程就出真济保护对手无法度参选，所以讲对选民的反弹投票率无到28%。那这个沙伊德成功连任，突尼西亚行往民主的路，恐惊到到这为止。得到大胜利，确定出席电竞的突尼西亚总统沙伊德，在民众包围之下，双手举国旗也接受支持者的欢呼。فرحة كبيرة اليوم ما توصفش اليوم الضربة القاضية 突尼西亚礼拜二举行总统大选，根据出口民调，66岁沙伊德以89.2%得票率，领先已经入阁的扎迈尔甲左派出身的马格扎维，两人得票率分别只有个位数。2019年就代沙伊德3年前开除总理，解释国会进一步全面夺权了后，开始打压异议人士，有170多人因为政治因素封掠。这摆选情，伊搁较超过先是以支持度不足等技术性理由，禁止14名候选人参选，后来搁指控上强对手扎迈尔假造联署签名，互伊面临超过14年的加路之灾，真歹搁徛起来。选前2天，不办沙伊德独裁作风的民众行进突尼斯街路抗议，甲警方发生殴杀的冲突。اليوم نضطروا باش نكونوا نخرجوا رغم اللي مالوريزمون النتائج شبه محسومه يعني نتائج شبه محسومه ولكن يجب على انه الشارع انه الغضب هذا يتواصل حتى نوقف ان شاء الله النزيف هذا نتاع ضرب الحقوق وضرب الحريات. 这摆选举因为遭到民众的阻止，投票率创下新高，只有27.7%。选前指控外国势力渗透的沙伊德伫选后表示，
会继续打击贪腐，也毋过真侪人烦恼，沙伊德处理连任，即会加深突尼西亚社会经济困境，佮加速伊的独裁作风。突尼西亚伫2011年透过人民起义，将独裁统治者班阿里赶落台，是阿拉伯之春唯一转型走向民主的国家。也毋过有分析指出，突尼西亚的民主前途恐惊会飞伫沙伊德的手中。公司新闻将回应评论。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